想笑你们就笑，小心憋出内伤啊！梁老师，你真的太像保安了，你根本就是隐藏在教师队伍里的保安啊你！老师，你一定是中国最帅的保安。少来这一套，一群小混蛋！我告诉你们啊，别以为我现在当不了你们的班主任，我就不能管你们。我只不过是从教研室搬到保安室，从这里搬去了大门口而已。如果你们之中有谁敢不好好学习、惹是生非的话，老子照样撸你们，听见了吗？听不见啊！各自安好啊！放肆！谁给你钱？跟坏校长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敢私自做主！大哥，最近呢身体也不太好，这点小事啊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再说上一任校长他是咎由自取啊，他包庇廖学兵这种人留在学校，我只是让他离开，已经给足他面子了。大哥你放心，你弟弟我办事呢是绝对不会丢你的脸的。我觉得呀，你要是有时间管理学校的事，还不如多花点功夫关心关心你的宝贝女儿。我警告你啊，别打小丹的主意，你要是敢动他，大哥，你这么说我可太伤心了。小丹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啊，再怎么说他都是我的亲人，我怎么可能动他呢？啊，我可是。帅哥，你求婚成功，抱得美人归，这是威武霸气耶！你都没看到今天兵哥那羡慕嫉妒恨的眼神，他简直要把你吃掉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收敛点啊！看你笑得这么欢。太多，这是壮举好不好？能当着那么多人面求婚，你知不知道你有多 man 啊？刚才我都没看出来，兵哥，你这是 cosplay 吗？啊？你像闹哪样啊，兵哥？毛个毛！老子背路了，你班主任给我当保安，没东西。兵哥，你都混成小保安了啊！小弟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给我10秒钟时间，我要告诉大家。快来！这个相互救济啊，抱歉。哎，阿秋，厕所是不是你拉堵的？啊？哇塞吧！走，你赶紧给我冲！